哋呢個第四代住宅嘅係洋房單位，最高層係9樓嘅。咁啊喺我哋身後呢個位置就係依家賣緊呢個屋苑啦。咁啊配套埋我哋會所係下層式嘅，呢個會所咧配套泳池、健身房加室士巴配齊俾你。呢個屋苑咧係獨門獨梯獨戶嘅，110平方嘅4房2衛嘅。右手邊呢個就係我哋長輩房啦，採光非常之四正，可以間咧成6米咁闊嘅，呢個客廳啊好靚仔。陽台咧有成7米咁長，戶型咧係南北通嘅。咁啊後邊呢個身後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廚房嘅位置啦。廚房咧係 U 型設計嘅，可以幾個人都冇問題。翻我哋休息區嘅位置啦，休息區咧有3個房2衛。咁啊呢個配套咧非常之靚仔嘅。咁啊門口有個巴士站，直達到我哋香港太子前灣尖沙咀，每日有2趟車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呢個洋房我哋建議大家就唔好錯過啦。又闊落啦，每個採光非常之四正。咁啊，而家你有興趣可以溝316發資料俾你。